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9，箴言13章18節安尼講：棄絕教導的，要拄着喪香甲凌辱；願受責備的，要得到陽光。三甲來祈禱，哀願無棄絕教導，願意受責備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實公義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。你的名伫全地到這懸大，你的權能彰顯伫宇宙中，你的慈愛永世代無盡。主啊，你所講的每一句話，攏是真實。你所施落的一切管教，攏是出於疼。藉着你的話，甲聖神的提醒，引帶阮行佇正的路。主啊，求你讓阮明白，每一擺合佇真理的責備，攏是你疼的記號。每一擺願意悔改的回應，攏會通互阮更較成熟，更較有智慧。主啊，求你使阮受教的靈，互阮日日有較無真理的心，願意學習，願意改變，願意順服，通成做榮光你名的兒女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